发生在咧2024年2月的佐治亚州雷昆内的女性命案，涉案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伊瓦拉，这个月伫咧佐治亚州被判无期徒刑，而且袂使加释。也因为案件发生伫咧美国大选的期间，非法移民的问题就成做焦点。而且当选总统的 Trump 佫讲要甲非法移民赶走，意思这件案件是引起众人的关注。Count 1, malice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2, felony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1, malice murder. I sentence you to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这件大家将关心的命案是伫2024年2月2日发生的，地点伫乔治亚大学校园内。现年22岁雷肯莱里当地走近的时阵，去予匪徒暴力攻击，想要性侵了后杀害。凶嫌荷西安东尼奥伊瓦拉，2021年为委内瑞拉偷渡入境。根据政府的调查，伊是委内瑞拉出名的乌道阿拉瓜列车的成员。这个乌道伫美国的活动范围有16个州。非法移民甲边界安全是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主要的议题之一。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已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选定是边界安全最高指挥官。同时，川普嘛真一届宣誓，正式上任了后，就要展开大量逮捕也甲赶走非法移民的行动。对这件代志，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州甲城市地方首长先后表明，会坚定拒绝未来川普政府的措施，除了甲执政范围列入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阁要立法禁止地方警力甲联邦单位合作执行逮捕，也是赶走非法的移民任务。亲像洛杉矶市议会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并得要开始实施。另外，马赛诸塞州政府嘛重新申请加入无合作的行列。根据福斯新闻网的报道，移民局20宣布，伫马州逮捕3个非法移民，因分别伫美国甲巴西这个所在犯下性侵儿童的罪名。当地华府得要改调换代的空棚，墨西哥甲美国边界有出现真侪非法的移民，希望伫川普上任进前会当入境美国，找一个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通生活。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